超过35年以上的古董车，若准符合条件，上紧年底就会当领牌驶上路啊。交通部推出古董车的专用号牌，上紧12月开放申请。不过限定礼拜、休困日或者是纪念日才会当驶上路，而且嘛袂当上国道。违规者会罚900块到1800块。有人真介意收藏古董车，不过无牌无法度驶着路。交通部为着鼓励文化保存，佮有记录历史，参考国外古董车的相关规定，建立古董车专用的牌照制度。这样的号牌推估就是汽车跟机车各大概可以有6560副了那有关它的规格、材质、防伪辨识啊、字体式样都和现在新型的汽车的号牌是相同交通部表示，古董车的标准是车龄超过35年，爱摕到原厂或者是代理商的古董车证明，车辆的装备爱完善，而且是也未报废的车辆，嘛干那会使伫礼拜、纪念日或者是其他的休困日来驶，只会当伫有登记的管区拍照，袂使驶去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。他如果是违反了这些管制规则的话，依照我们这次新修正的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5条，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他领用的古董车专用牌照也会被扣缴注销。交通部目前规划大约有13000多张的古董车牌，按算伫12月开放民众申请。记者柯家山场随台北采访报道。